建庙356栋的油行尾福地爷庙，伫去年举办3条建招，并发送生活物资以及平安金，予台南市中价受理户。由于经费够有剩，福地爷降旨要将剩的钱作为福地平安金，伫13日暗时8公暖寿的活动上发送予四方的信众，保庇大家平安发财。本庙啦3条建招内底了后咱有一寡有人捐献的，要即个中低收入户的弱势团体，咱永春的即届利用咱八公生咱福地老爷伊有降价亲身来指示讲即个钱要施福予咱的四方信众啦。所以咱做特殊，咱伫即届2月初1暗有办即个祝寿，只要有来参加祝寿的人，咱有发即个福地平安金，总共100包，1包200块，这是咱八公伊特别降价，讲要施福咱这四方信众安尼加持过啦。农历2月初2就是土地公生，油行尾福地爷庙提前伫国历3月13举办暖寿活动，邀请友公以及交杯景共同为八公祝寿，而且同工伫现场嘛传了平安卤面，请信众诚平安。另外嘛准备了100份福地平安金，予信众索取。庙方欢迎四方的信众同工做伙来庙里拜拜斗热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